干嘛？把手伸出来，我有东西给你。什么？我呀，我给你刻了枚新的章子。爱心哎。你笑了就好了。你最近总是心神不宁的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是城主的变，还是正式翻新？或者是最近变故太多了？陆鹏虽然死了，但是苏木跟圆圆中间总是隔着一层。我是真的不明白，在感情里面，两个人都开诚布公的该多好，为什么非要你为了我，我为了你，单方面的付出，虐人虐己呢？如果你真这么想，那咱们说好了，以后无论遇到任何事，你都不能像苏木一样自己做决定。咱们有商有量，你如果答应我，我就陪你去劝苏木。我就算是把他绑了，就算把刀架在他脖子上，也得让他答应这门婚事。我答应你，我们一起想办法。那你也要答应我，以后不管遇到任何事情，我们都不可以隐瞒欺骗对方，好不好？啊，等一下。现在没有人打扰我们了。少城主，不好了，林奇死了！